我今日嘅發言嘅主題係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實現良政善治。國家主席習近平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週年重要講話中提出4點希望，當中之一係希望特區政府深入推進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組織架構，革新管治理念，改進管治方式，強化宏觀統籌，建設高效有為嘅服務型政府。而習主席喺日前會見進京述職嘅行政長官嘅時候表示，1年嚟新一屆特區政府銳意進取、務實有為，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推動公共行政改革。對於行政長官同埋特區政府嘅工作係給予充分肯定嘅，同時亦都要求澳門特區主動對接國家15規劃，堅持同埋完善行政主導，紮實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不斷提升治理效能，更加好咁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本屆政府施政依此已經係建立咗公共行政改革領導及統籌機制，從精簡政府架構、提升公務員能力以及深化公共服務3個方面着手，深入推進公共行政改革。2025年10月14日生效嘅公共部門及實體嘅設置及組織架構嘅一般制度行政法規，明確界定咗公共部門嘅法律定義以及其分類體系，確立部門設立、運作及監督嘅基本原則，規範咗局廳處、項目組等等嘅設置、整合同埋裁設嘅標準，同時亦都明確咗行政公職局作為統籌部門，負責跟進協調、評估及埋監察等等嘅工作。政府表示將以3年為目標完成所有部門嘅檢視，按照新嘅行政法規，未來公共部門嘅數量將為47個。今次公共行政改革涉及到嘅範疇之廣，人員之多前所未有，難免對人員及公共服務產生影響。為此，本人提出以下3點建議：第一，堅持以人為本，加強人民關懷。重大嘅改革通常會對人嘅心理情緒帶嚟壓力及不適，因此及時有效嘅溝通協調就顯得尤為重要。今次公共行政改革將會令到不少公務人員嘅工作內容以及權益發生變化。不少公務人員對於未來工作嘅安排存有疑慮，本人建議政府以人為本，成立專責跟進小組，負責溝通及聆聽意見，為受影響嘅人員係緩解疑慮，提供必要嘅適當支援，以至心理輔導等協助，以盡快適應新嘅工作崗位，順利過渡，並為後續改革建立規範支援機制。第二，維護公共服務素質，確保高質量改革。按照政府規劃，未來3年將有1/3左右嘅公共部門需要因應上述法規而做出調整。希望透過一系列嘅架構重組同埋職能優化，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同埋施政效能，構建高效、便民、便商嘅服務型政府。本人希望政府有序推進部門重組，優化職能分工，確保對市民大眾嘅公共服務質素唔會因為部門架構重組、職能優化以及人員調動等等受到影響。第三，完善制度，促進公務人員職涯發展。公務人員係政府施政嘅重要基礎，係特區治理體系中重要嘅一環，對履行以及落實各項施政方針內容，實現良政善治發揮住核心嘅作用。本人希望政府喺架構重組過程中，深化優化員額管理制度，善用人力資源，減輕人員工作壓力。完善職程制度，建立跨職程晉升機制，激勵公務人員向上流動，優化培訓規劃，針對性提升人員業務能力，多方面支援基層公務人員，舒緩佢哋嘅生活壓力，關心公務人員心理健康，持續舉辦不同嘅文娛康體活動，舒緩佢哋嘅工作壓力。多謝。